为着要解决塑胶本色问题，伫韩国釜山进行的全球塑胶公约谈判昨结束，经过7天的谈判，嘛是无达成协议。环境部今仔是强调过，咱会继续来推动减少塑胶的政策，甲循环经济的发展。2030-2035年减塑的时间表并无改变。环保团体北极的运输船想要组织船顶的塑胶原料，被送去其他地区的塑胶生产工厂。因还阁伫咧船体顶头写着“塑胶下致命的字”，希望将塑胶减产达至公约。结果互韩国警方拘留，其中还阁有一位是台籍的环保职工。因的行动是为了要呼应伫咧釜山进行的全球塑胶公约谈判。不过大会伫7月结束，经过7天的谈判，也是无讲成。希望在明年上半年邀请各界的团体一起来讨论台湾的限塑，因为上次定是2018年，我们希望是不是2018年的时候定制到2030年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可以拉得出来到2035年，所以我们希望明年上半年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环境部伫咧7日举行会议结果说明会，部长片启明强调，谈判结果虽然无定案，不过已经有一个文本会当参考。未来会继续推展减塑政策，一个循环经济发展。强调2030加2035年的减塑时间表未改变。明年顶半年希望会让邀请各界代表最近来讨论。我们首先乐见环境部呢是及时掌握的最新的一些资讯。那但是呢，也对于环境部去提出说，后续台湾在减塑工作上面的一些方向，还有许多不足以及值得精进的地方。参加会议的环保团体绿色和平虽然肯定环境部即时掌握到上新的资讯，不过也对环境部所落来工作有真侪期待。这就是建议塑胶减产的政策，扩大塑胶用品禁用加限用的品项，也希望政府以中和使用的技术，甲国际加分享交流。记者综合报道。